大家好啊！今年同上年年初三都係開紅盤嘅，不過上年年初三贏多啲，因為上年年初三咧就有一隻 UFO 叫做歲歲有福。今次咧跑跑下咧，我就破解咗我點解上一次會中到歲歲有福。原來上一次係巧合嘅啫，咁不過我都會收係贏啊嘛。原來個馬主咧佢有5隻馬啊嘛，佢次次都買自己嗰隻馬喺開跑即係舉一過關之前啊，咁咧就變咗咧。今次我未話咗唔買佢噶啦，而歲歲有福嗰場另外一隻 UFO 咧14號快活英雄係贏咗嘅。今日亦都由頭到尾講一次俾大家聽啦嚇。嗱，好多朋友啊問我啲 A、B 會嗰啲咧，我唔得閒答佢 A 會、A、B 會同埋 B 會。逢係嗰啲 F 咧就越多 F 越好嘅。嗱，呢個君子傳承5F 啦，喜盈寶4F 啦，當然有啲 F 臨場唔得咧，都係輸嘅嚇。咁我咧就係臨場我會有補充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唔好講喺度。今日講喺呢度我漏咗嘅，所以我漏咗俾嘅。咁我要俾喺呢度啊。今日開跑前咁解釋翻一啲嘢啦嚇。好啦，咁咧就12點2個字啊，好多爆造膽爆跑第2啊。咁同埋8號拖2號9號10號11號13咁樣，咁佢係中咗嘅嚇。2敗係 Q 嚟嘅。呢個第一場。好啦，跟住第二場啦。第二場咧嗱，大家見到啦嚇。第二場嗱，咁咧就係開心樂園最靚嘅，最唔同。另外方嘉柏嗰隻馬出一隻啫嘛，爆冷21倍。嗰隻馬叫咩名？嗰隻馬我突然之間唔記得叫咩名。嗰隻馬叫做和道風啊，和道風啊嚇。今日呢度4重彩嚟㗎，26894啊，26894。嗱，好啦，4重彩呢度咧26894派3000幾啦，4重彩派2萬幾啊。好啦，如果我啲會員福至心靈，你有跟買4重彩咧，咁你啊贏咗2萬幾蚊噶啦。當你買5蚊，你都贏1萬幾蚊啦嚇，即係5隻馬有限錢啫嚇。OK， 好啦，今年啊已經發財噶啦嚇。好啦，頭先好多人搞住我啊，今日我冇乜時間俾啊，買到亂晒。咁呢場唔中啊。好啦，跟住大家見到啊，第4場係櫻花酒杯，見唔見到寫住櫻花酒杯？咁後尾咧我都係買最後嗰筆都係櫻花酒杯嘅嚇。咁櫻花酒杯係贏咗啦。嗱，過去出街啊。第5場狀態最好係線路英雄又贏啊。OK 嚇。我仲話明俾你哋聽喎，佢輸俾有冷蛙，冷蛙係第一班馬嚟㗎。佢個冷蛙個跑姿好似21年前贏咗呢一個精英大師破唔到紀錄嗰隻牛精福星咁嘅樣嘅。OK 嚇。好啦，第6場睇極都係最靚桃花開，得3個 number 有人買嘅啫，161。咁咧今日10號桃花最靚。今日我話如果買睇唔通咧，就要9號啊嚇。OK 嚇，今日9號係至尊貴寶啊，又中。好啦，呢度唔係嘅喎，我呢度講俾你哋聽個現象啫嘛。後尾我冇要到嘅。嗱，威武年代隨我同來有型人 OK 今日又3重彩嘞喎。OK 又3重彩啦，見到嗱，今日已經贏到好緊要噶啦。但上個年初三勁啊，上個年初三我中咗幾場大冷門啊嘛。記得咧，上年喺澳門咧，我咪贏歲歲有福嘅，佢 UFO 嘛，佢28倍贏喎上一年。咁你睇翻賽後評啦嚇。嗱，我後尾睇翻原來咧個馬主咧自己買嘅，場買，咁我就唔刮佢啦。今日咧嗱，睇下啦，快活英雄係 UFO 啊。今日年初三馬主生日，唔關嗰個事啊，係咩有福嗰啲啊，係快活英雄啊，又贏啊。OK， 跟住你話咗，真係14號係 UFO 啦，6號自己買嘅啫，6號歲歲有福啦。
嗱，跟住安可，因為我部機又停咗啦，咁梗係要轉第二個撳翻出去咯。14號安可好重手馬63萬，佢跑第3嚇。今日呢場咧，14號安可仲有1781呢場，又係東方力場3重彩。我咧就喺消息馬就係俾消息馬啊嘛，就係俾桃花開，俾神操咧就係俾東方力場。咁東方力場已經 Q 啦，咁我仲有隻安可咧，今日又3重彩咯。嗱，又中3、4重彩啊！咁今日已經贏到好犀利啦嚇。咁話俾人聽咧，第10場咧叫非尾十啊，第10場唔係尾場就非尾十，全部贏大熱門咁滯嘅嚇。今日又係拖呢個幾隻啦，1、2、5、9、11，又係三重彩啦，4重彩添。好啦，跟住最尾嗰場我就差唔多啦。OK， 咁啊求其啦，冇4腳蛇乜都冇，去食蛇羹啊！嗱，如果要入會咧，就53002997。今年我個生肖旺到不得了啊！今日年初3咧已經開紅盤啦嚇，回密碼就88，係咁多，拜拜。